不过这段时间我发现你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就像我奶奶说的一样，你是个好女孩。我想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男女朋友做起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在我回去之前，看好顾西城。你如果跟他发生了什么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啊，进来一下。进。顾总，有什么吩咐？我记得我们集团曾经要收购一个品牌叫阿令。啊，对的，阿令品牌是专门做国际奢侈品箱包的，但是由于他们提出的价格比咱们公司的预算高出了10%，所以呢，李理事他们不太赞同收购这个品牌。你打给他们的负责人，就说他们的价格我同意了。什么？顾总，他们提出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，理事们肯定不会同意的。要不您再考虑考虑？不用管他们的意见，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出了事我负责。OK？ OK。妍希，你那工作啊真是好，时间悠闲吧，还能赚钱。我看你气色都好多了呢。没有，就是这份工作呢，休息的时间比较多。像这样既轻松又能赚钱的活，换成我啊，我也一定去。哎，下次你们公司招人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肯定去。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干到哪天呢，说不定啊，哪天我就失业了。暂时的。我说呢。不过妍希，你得早点做打算哦。我心里有数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被人包了？去你才被人包了呢！我说着玩的嘛，我还不知道你。你要是想啊，早被人包了，还用得着现在啊？哦，不过看你现在的气色挺好的，是不是谈恋爱啦？哇，不是吧？你真谈恋爱啦？哎呦，没有，我那根本就不可能。不可能？什么不可能？他谁啊？哎，你告诉我，告诉我。别人的老公。妍希，你当人家小三啊？